Ina, manjen saan? Kailangan, kladyo na ni Pulalang Andre. Ina，今天要跟你聊一聊关于“哎呀”的主语说的意思嘛，这个词。你就给我呀。但不是跟那个以盖还是给予不一样哦。不一样。哎呀，第八九就是他讲的话，他所说的嘛，他所说的话，所讲的话。哎呀，第八九，因为他说是这样子讲的。哦，是不是像那个有的人会讲中文的时候，他会讲说啊，怎么下雨了？原本想要运动的说这样子，他们中文的说这样子。哎呀，同意吗？还是有走？同意。他的用法是不是也是？我是看圣经的那个母语，就是比如说他会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路生命，然后他后面就这个哎呀什么哎呀引或者哎呀引。对，很多那个老人家的话就是哎呀讲，就是讲到米林安的故事嘛，对说，der夫会这样说的，der夫没读水经。伊瓦古呀，顶嘛就这样。哎呀，顶嘛就。对，就是伊瓦古，就是在特别在那伊瓦古这就是呀，第五五这就是五讲的话，就是你去采收玉米的小米的时候，一定要用你的手来折。这是五讲的，哎呀，第五，反正说哎呀五就是这样也可以，对。没读错哎呀五就是哎呀的五就是后面，有时候是放后面前面都可以讲。哎呀的五那件就是已经说了，是五他们讲的那一话已经讲出了，所以哎呀的五就是。之前我去别村录音的时候，我们录那个单字打倒太阳，然后他就说那个吴就讲说，你阿达哎呀们，安东。我们的说法，对，我们的说法，阿达，哎呀们，这是我们的说法。它还会有什么变化？因为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部落嘛，比如说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是神马们，是拜六萨们，哎呀迪玛祖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他们说我们是白鹿的，白鹿村的，然后他们说我们是大家明白他们来呀，迪玛祖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们说他们是高见的，他们说就是一个人在讲，他的嘛就是百度上来呀，迪玛祖就是这个都可以放在后面再放，就是这样。有再放前面的吗？也可以放前面。那我有听过有一个变化是说什么？都是在后面呢。对，我听说是什么？迪玛苏西亚，哎呦，你把谁当话题？哎是哦，你们在说谁的？有人又要升拜名了。你们说什么？西亚，就是用些马苏西亚呀，你在做你说的是谁是什么？就是这。他真的有那样子做吗？那么的说迪玛就哎呀，我打巴鲁。所以如果他说迪玛苏西亚是指你在讲的是谁，如果安玛苏西亚就是你在说什么，所以也可以重叠说安玛苏西亚。对你讲什么？对，有情绪了，已经生气了。安玛苏西亚。哦，那一直在就是你有没有听看你在讲什么？因为一直讲话，迪玛就像人家懂你说什么吗？你跟我说。因为他一直讲话就说。我都说下呀，我都不这波啦啦，就是在因为你到底在讲什么，我都听不懂。那什么？但我这样想到我们不能一直讲坏的哦。我刚想到一个好的是说，我们那边看你们有没有这么说，就是如果人家对你很好，或是帮了你一个大忙，别人跟你说谢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回说不属下呀这样子，就是你何必这么说呢？这样子不要客气的意思。有时候我跟我讲话讲完会，他给我解释一个东西，会说什么我喜你哎呀，这是我讲的。懂他就会讲这个。最近来呀的五你看哎呀出来了，
美都最近呢，那我后来外阵呀，第二夫就是夫妇就他们讲就是这样子的话，这样。那个喜尼就是亚是美都最指近就是要做好一点的人，就做好一点的人，那是夫妇讲的，是吧？以后我们要做很好的人，就是这样子。没带着我进来上不来走，也第二夫妇这样。我心里哎呀，我心里呀，就是这是一个东西了嘛，我心里呀。我心里呀，他说你不要再动了，那我心里这个我心里呀，说你是有情绪，有情绪，对呀，我心里呀，说人没那么弱，就是那个就是在动，这个是这命令式的话了，对哦，就是你不要动这个哦，你不要再，那个里面的那个阿雅是这个阿雅吗？对。来做你用想做人，像你这那边的嘛就是这样子一个命令式了。我心里阿雅，我心里呀。那为什么他们要么主要是西西古，他们都会说加耶芬，它的中文是怎么解释比较对？他们的加耶芬那是他们已经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就说了，对，我就说了拜 Javen， 好生动，叫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个阿姨是狮子，她也是那是种，哦，对是真的没对啊，心里很忙，就那分，在那边念了。Javen 就是比如说，就走路嘛，就说不要走那边会跌倒，然后你就跌到上。Javen，你看拜 Javen，我已经讲了，拜阿万 Javen，对上的阿万，那是狮子香。Javen，我还有一个，那个语调会不会也不一样？我们刚才说阿呀嘛，那个后面不是阿呀，这个有不一样吗？还是它意思是一样？就是一个上去一个下来，往下就是句点了，同意句点，阿呀。这样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还有比如说煮完，我也听过煮饭煮完的时候就会讲说，哎呀那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不是，我忘了。饭煮好了以后会说，要不这样子，叫他们吃饭了，要不这样子，去跟他们讲，就是我叫你去叫他们吃饭。来也是那样子，对，我们说你跟他们讲，对，不然那样叫他们可以吃饭了，要不点嘛酒这样，去跟他们说。就是那个就是就是叫他们你去说，去跟他们讲。跟他们讲说可以吃饭了这样，我像听过你也这样用过呢。那我天天都在用啊。例如什么？比如说这样类似吃饭啦，比如说像在楼上在做什么事情都是。你去叫他我的小孩嘞。再跟他讲了。对啊。他不拿灯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就。我的妈呀！对呢，好像只有我们南边说他们上面没有说像山地的朋友，山地村的，我的朋友他们很常说就在他们的句尾，比如说不是要去卡拉 OK 嘛，说就跟你讲我头痛这样。那个就是，比如你们要出去，结果临时不去了嘛，就像你临时没办法给我们上，忘底下也就是这样的。我不去了。对，改。就是不的伊娜，就是讲的不的伊娜的，就是有相的就这样的去跟自己讲啊，我们要改改他时间，就改他时间来放的伊娜的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个也是一段话。对，有一个人像穿的。上帝衣服穿的不怎么好，不管是衣服啦，突然你看见了，说把手那地方也不好意思讲，你就跟你的旁边比较熟的朋友讲说，我地方就说他，在一栋里面就，那我呀哔哩就是坏掉的这样。没有穿好。就是对，没有穿好，我地方就上
你们两个比较你去熟悉，讲他，对对，你去讲他呀，你去跟他讲。哎呀，不得嘛就去。菲律宾是指什么？不得嘛。东西破破衣服。还是对，你的人？衣服破破烂烂。啊，他又自己不好意思跟他是不好意思跟他讲，就交代给他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不得嘛就。阿巴拉迪马就。阿巴拉咕噜呢？他很爱给人家找那个不好的呢。啊，巴拉咕噜是咕噜会掉的呢。啊，巴拉一堵。对。那你那可以接受穿细肩带的女生配云肩吗？这是现在的人就喜欢穿的。穿什么？就是。请解释，还是我找图片给你？可以找图片给你。找什么？我也是很不懂。我们在这边呼吁那个，还是要穿好一点啊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毕竟自己的服装就是会穿黑色的，或者细肩的啦，就是那个平常你内里会穿的，然后就直接配云肩，然后就去跳舞了这样，而且还不是去你怎么看？而且还不是跳那个3个小时的，是待到最后的那个disco。你怎么看那种穿法啦？他们以前没有，不是，其实他们以前也是啊。真的？不是我所谓的以前是说，他们以前就不穿低服跳舞啊，甚至穿拖鞋后，你们那个年代。你不要不承认哦。是以前。可是他们不穿哦。以前不穿就不穿。啊，这西装那走对。打赤脚西装是可以，我们还好有拖鞋可以穿去在第五。我还会用一个是那么要见大什么什么，就是如果我要请教老人家说这个东西的主语怎么说的时候，比如说红茶，这个红茶。那么呀，那么要去拿给我都转五角，就是你要怎么去。所以那个中间的哎呀是这个哎呀。对，阿努玛跟哎呀。阿努玛呀。那么呀，就是我们要怎么说？对，我们要怎么说这个例子？那么呀，那么呀一紧，那么呀呀，那么呀一紧啊，那么呀一紧，这是音要改变。很难。那么呀一紧，那么呀一紧。好。对，那个音有那个重也有轻的，就是。怎么了？你看你吗？所以如果说那个人都一直听不懂，对吧？那么呀紧，那么呀紧的就是在骂人了嘛，是。你怎么都听不懂？那个要删掉哦。不会，有在控制哦。不会删，你放心。那么呀紧，爱做。那么呀紧呢？给我的叫立场，就是五角，也可以讲说那么呀紧呢。给我台湾人都叫五角，都叫绿茶，绿茶我们要怎么讲的意思？啊，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。人家那样也是这样讲的，可是用 give 了吧？人家两岸都买什么？买是那么呀，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在讲什么？对，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它里面有哎呀吗？就是买呀什么？人家播了都买呀什么？就是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就是这样。刚才不是讲买呀就是指说什么？对，说什么呀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以6个两可以吗？啊？以6个两。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话就是这样，6个两就是罗马字就是有开了嘛你觉得那个人可能就比较不好讲啊，那本来那两岸都买说那个就是比较我们的说法，比较在地。可是罗马字就有加一个 K 啊，你要跟他。所以我如果对他没有耐心了，对他讲说那么要顺。对，那么要顺，因为你待会要用的吗？光小。他讲了，的意思哦。他讲了，因为讲了很多话，说你一直在忙你自己的，那么要顺就是这样啊，你就那么要顺，听不懂就讲就是，因为他一直讲一讲，你都会在意他讲什么，就。那么要说呢？你在讲什么？对，我都听不懂。他不是听不懂，只是没有去在意，没有认真听，就认真听，所以那么对，然后永泉就回来，他说那么说，
煮也可以煮，那么要煮是你就那个是你自己默念的那种的，你对讲的太多你都听不懂了，说那妈呀妈呀煮，就是那妈呀妈呀煮，再讲。那我要怎么跟他说？你先不要讲话，客气的哦，不是玛丽晨那种哦，客气说，麻烦先，可能我太忙了嘛，先不要讲。Galana kevon sauni saliman jusa. 哦， Mayana na kivu jan. Galana mena na kivu kevon sauni 对。先不要说，平常小孩子都讲到妈呀妈呀，妈呀难追，又凶了，这样最难听的就是马里正白，就是那个就更难听了。那应该是有深度的生气。我都还在马沙里骂那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在骂人的。我们刚才有讲到哎呀吗？有吗？哎呀影讲过了吗？有吗？有讲吗？哎呀影的嘛就没有，我们没有讲到。没讲过。哎呀影，哎呀啊因为我好像也有听过这个。那个哎呀，那个是哎呀。我告诉他这样，我就这么说这样，我哎呀影。我已经告诉他了吧？哎呀影的嘛。我已经告诉他是哎呀影的嘛就。我已经告诉他了，这样意思嘛？这样对那维那样呢？维那样啊，迪玛就那个就是你要讲那个维那样啊，迪玛就就是我已经告诉他了。所以我呀也不一定对，讲我也维那好像没有啊，我们就通常就是讲啊，维那样啊，这我已经做了，你没有去弄这个东西，我已经做了，就是维那样啊，意思是我已经做了这个东西，弄好了这样。我已经跟他讲了，还有一个东西那样啊做，我已经做好了，没有，这个是一样的说法，但是你要看到它的物品这是什么，而是你要跟人讲，就是两种说法，对，两种说法。越来越迷幻了，我们的。啊，我对方啊。给王啊，对嘛就是哎呀影，哎呀，可是这个哎呀影是不是常常在那个经文里面出现？在圣经里面就有很多，对啊，我们常常是看这个会念的时候，哎呀印，就是说这是上帝说的话嘛，对，或者是这个经文，他会搭配那个一个人说之后，他说哎呀印，这样就结束会加一个哎呀印，是这样吧？哎呀印，那就对，这是他说的话。如果比如说生活一点的，像啊，比如说我们见面，我就是说，哎，今天我们不是要聚会吗？然后结果你就说哦，不然说要延期了，我就可以说，要延期了，哎呀，你不在瑞安。对，那个刚才就讲，哎呀，你不来瑞他就说哎呀，你不来瑞安，不没有哎呀你不来瑞安，我哩比较不理解呢，哎呀你不来瑞安。我不能说比较不理解。没有哎呀哎呀是另一种说法。名词，哎呀，的不能练，就是那哎呀，的嘛。他不会像是那个这个人说过的话，就是以前说过的话，才用哎呀印。我当时跟他讲这么说，对，当时这么说这样，好像是。反正就是我就跟他讲过这样，就是我当时我哎呀印这样，就是时间比较长。对。但是像刚刚那种你说的那个结束可能要改期哦，是你当下跟我讲的，我当下跟他讲话，我就可能用哎呀的不来路样这样。会了吗？哎呀也是好像很少去说。头痛哦，大家。没关系，你们可以去看电子档的笔记，各位听众朋友。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。哎呀不，加呀文有语气吗？都那玛雅，然后阿亚影，还有另外最后一个是乌伊那亚啊，好难哦。乌伊那亚乌伊那亚啊。好。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，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复习。今天的节目到这边，如果这一位已经那么怎么样呢？